15章21節至到28節。耶穌離開那裏，退到推羅西頓的境內去。有一個迦南婦人從那地方出來，喊着說：主啊，大衛的子孫，可憐我，我女兒被鬼附得甚苦。耶穌卻一言不答。門徒進前來求他說：這婦人在我們後頭喊見，請打發他走吧。耶穌說：我奉差遣，不過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裏去。那婦人來拜他說：主啊，幫助我。他回答說：不好拿兒女的餅丟給狗吃。婦人說：主啊，不錯，但是狗他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來的碎渣兒。耶穌說：婦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，給你成全了吧。從那時候，他女兒就好了。弟兄姊妹平安，感謝神今日俾我哋有生命嘅氣息咧，翻到嚟教會一齊去崇拜，亦都係一齊去學習佢嘅話語。今日嘅正道經文咧係馬太福音嘅15章21至28節，短短8節嘅經文咧，其實我每一次讀嘅時候咧都好感動，好敬佩呢個迦南婦人。我諗不單止係因為佢對耶穌嘅信心，更加係咧，佢為咗醫好佢嘅女兒啊，所表現出嚟嘅嗰一份偉大嘅母愛。馬太福音同埋馬可福音咧，都記載咗呢個婦人向耶穌尋求幫助嘅故事。喺馬太福音咧，呢一段嘅經文咧，可以分成為咧4組嘅對話。有3組咧係呢個婦人同耶穌嘅對話，有一組咧就係門徒同耶穌嘅對話。喺今個早上咧，我哋一齊咧透過重溫呢4組嘅對話嚟回顧呢個故事啊，同埋咧喺當中咧思想咧可以俾我哋咧有乜嘢嘅提醒。故事嘅背景咧發生喺咧耶穌啱啱咧離開咗咧加利利，佢同門徒咧就要去到推羅西頓呢2個城市旁邊嘅地方啊。推羅西頓咧係2個沿海嘅城市，都係外邦人異教徒佢哋所居住嘅。我哋唔知道點解耶穌同門徒要去到嗰度，因為聖經冇講。不過聖經咧就講咗咧，耶穌同門徒喺嗰度咧就遇到一個咧迦南婦人啊。馬太福音嘅15章22節，看啊，有一個迦南婦人從那地方出來。如果我哋參考馬可福音嘅記載咧，呢個迦南婦人啊，當佢一聽見耶穌嚟到佢所住嘅地方咧，佢就即刻出去揾耶穌。當佢見到耶穌嘅時候咧，就跪喺耶穌嘅腳前邊，一邊流眼淚，一邊同耶穌講：主啊，大衛嘅子孫，可憐我，我嘅女兒被鬼附得甚苦。呢一句說話咧，表達咗好深嘅母愛。明明係佢嘅女兒被鬼附，而家嘅情況好辛苦，但係作為母親，呢個婦人咧，佢感同身受，就好似咧自己而家受緊苦一樣。所以咧，佢叫耶穌咧可憐佢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係當時耶穌嘅門徒，你覺得耶穌會點做呢？可能咧，你同我都一樣，都認為耶穌會即刻咧幫呢個婦人，因為咧趕鬼咧對於耶穌嚟講係十分容易嘅事。但係經文咧，佢講咧，耶穌卻一言不答。耶穌明明聽見呢個婦人對佢所講嘅說話。但係咧，耶穌咧竟然沉默起嚟，佢冇任何嘅回應就行開咗。咁耶穌向前行，門徒就跟住耶穌。但係呢個婦人呢，一直咧喺後邊咧跟住耶穌同門徒，同埋咧一路咧不斷咁樣求耶穌可憐佢，幫助佢嘅女兒。喺馬太福音嘅15章23節，門徒進前來求他說：
這婦人在我們後頭喊叫，請打發她走吧。門徒見呢個婦人一直喺佢哋後邊，門徒就走近耶穌，求耶穌咧打發呢個婦人，快啲叫佢走開。請打發她吧。走呢個希臘文咧，除咗走開之外咧，呢個字咧仲有釋放嘅意思啊。因此咧，門徒希望耶穌能夠釋放呢個婦人。簡單嚟講就係話耶穌求門徒啊，將附喺呢個婦人女兒身上嘅鬼趕出嚟，咁樣呢個婦人自己亦都可以喺痛苦裏邊咧被釋放出嚟。耶穌聽見門徒對佢所講嘅要求，耶穌就講：我奉差遣，不過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裏去。耶穌呢句說話嘅意思係想強調咧，喺地上嘅日子，佢係帶有使命嘅，係有優先次序嘅。佢首先要救贖嘅，要幫忙嘅係上帝迷失嘅羊，即係以色列人。耶穌自己差遣12個門徒出去傳福音嘅時候咧，都同佢哋咧講過相似嘅說話。喺馬太福音嘅10章，耶穌咧就吩咐門徒：外邦人嘅路咧，你哋唔好行；撒瑪利亞人嘅城咧，你哋唔好入去，寧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裏去。我哋唔清楚耶穌同門徒之間嘅對話，嗰個婦人聽唔聽到？反正咧，佢依然咧仲喺耶穌同門徒嘅後邊，一直都未離開過。就喺呢個時候，呢個婦人咧就再次嚟到耶穌嘅面前，同耶穌咧進行咧另一次嘅對話。經文話咧，那婦人來拜他說：主啊，幫助我。呢個婦人咧，佢冇問耶穌點解你之前唔出聲啊？佢只係再次跪喺耶穌嘅面前，佢再次開口稱呼耶穌為主，求耶穌嘅。呢個婦人所講嘅說話裏邊所用到嘅比喻啊，直到今日啊，依然令人覺得咧係對呢個迦南婦人嘅一種冒犯同貶低，因為耶穌將外邦人咧比喻為狗。不過喺當時猶太人嘅文化裏邊咧，確實係將咧外邦人咧比喻為狗同埋豬嘅。原因係猶太人認為咧外邦人佢哋唔聖潔。馬太福音嘅7章6節，耶穌就同門徒講啊：不要把聖物給狗，也不要把你們的珍珠丟在豬前。兒女嘅餅本來就應該先預留俾兒女食嘅。如果兒女都未餵飽嘅時候，又點可以攞兒女嘅餅俾狗食呢？耶穌對呢個婦人嘅回答，可能係想再次強調佢啱啱同門徒所講過嘅內容，就係佢首先呢，就係佢首先要救贖嘅，要幫忙嘅係以色列人。與此同時咧，耶穌嘅回答咧都可以咧睇成為咧上帝嘅救贖同幫助咧係好寶貴嘅，唔係隨隨便便就可以得到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係呢個婦人，你已經咁謙卑跪喺耶穌嘅面前求耶穌幫助你，但係耶穌就將你形容為狗，同埋咧耶穌講：我首先要幫助嘅都係以色列嘅同胞。你聽到之後，你會有乜嘢反應？你會唔會即刻就彈起，用手指住耶穌個鼻，開始鬧耶穌？或者你脾氣好啲，就轉個頭一走了之，揾其他嘅方法，求其他嘅人嚟醫治你嗰個被鬼附嘅女兒呢？呢個婦人真係了不起，佢竟然冇一走了之。大家記唔記得同樣喺馬太福音19章記載一個少年官啊？佢見到耶穌就跪喺耶穌面前，問點樣先至可以得到永生。當耶穌同佢講話：你變賣晒所有嘅產業，分俾窮人，然後嚟跟從我。
聖經話呢個少年官啊，聽到之後就點啊？憂憂愁愁咁樣就走開咗。弟兄姊妹，我哋真係要學呢個婦人，唔好學呢個少年官啊！我哋要捉實耶穌，就算我哋咧做唔到耶穌嘅要求，就算耶穌講嘅說話好難聽，都千祈唔好放手。我覺得嗰個少年官咧，佢仲未夠謙卑啊！如果佢再謙卑一啲嘅話咧，佢同耶穌講啊，主啊，幫助我而家做唔到啊，求主你幫助，讓我有一日願意咁樣去做，可能結局就唔再一樣。呢個婦人真係了不起，佢聽到耶穌講咁冒犯佢嘅說話，咁冇人情味嘅說話，竟然冇走開，佢依然跪喺耶穌嘅面前啊！經文話呢個婦人同耶穌講，主啊，不錯。計埋呢一次呢，已經係第3次呢個婦人稱呼耶穌做主啊！要注意嘅係咧，呢個婦人嘅態度，佢係認可並且順服嘅。佢認可順服耶穌所講過嘅說話。佢回答，主啊，不錯。係啊，確實係咁樣噶。兒女嘅餅咧，本來就應該咧先預留俾兒女食噶。但係呢個跪喺地上嘅婦人，佢向上望住耶穌，同耶穌講，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來的碎渣兒。佢願意接受自己外邦人嘅身份。喺猶太人嘅眼中，外邦人就好似狗一樣，佢願意接受。但係呢個婦人，佢第3次為佢嘅女兒向耶穌求幫助。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來的碎渣兒。意思係咧，主人除咗照顧佢嘅兒女之外咧，都必定會照顧佢所養嘅狗啊！帶出咗咧，呢個婦人相信主人必會看顧一切屬於佢嘅嘢。呢個婦人真係了不起啊！佢慢慢認真去聽耶穌所講嘅每句說話，就算係難聽嘅說話，佢都耐心咁樣去聽，然後去明白耶穌想講嘅道理。耶穌聽到呢個婦人所講嘅說話，對呢個婦人嘅態度就好似咧180度嘅轉變。耶穌同佢講，婦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，給你成全了吧。信心是大的，意思係咧你嘅信心好大，或者咧你有大信心。喺馬太福音咧，耶穌稱讚過2個人嘅信心係大嘅，一個就係呢個婦人，另一個咧就係喺馬太福音第8章裏邊啊，嗰個叫耶穌醫治佢僕人嘅百夫長啊。耶穌本來就係想咧親自去醫治嗰個僕人嘅，但係嗰個百夫長同耶穌講話唔敢當，你只要講一句說話，我嘅僕人就必定好嘅。哇！耶穌聽到呢個百夫長咁樣講呢，耶穌就稱讚呢個百夫長啊，這麼大的信心，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沒有遇見過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哋講究一啲，雖然中文都係翻譯成大嘅信心，但係喺希臘文呢，其實係2個唔同嘅字啊。耶穌稱讚呢個迦南婦人，你嘅信心係大嘅，係一個咧絕對嘅形容詞。而耶穌咧讚賞百夫長這麼大的信心，係一個咧相對嘅形容詞，即係咧百夫長同以色列人比咧，佢嘅信心真係大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好慚愧啊！耶穌嘅門徒可能包括埋我哋啊，好幾次都俾耶穌咧形容佢哋嘅信心細。聖經話，從那時候，即係耶穌講給你成全了嘅時候，呢個婦人嘅女兒就好返啦，得到醫治啦，隻鬼趕走咗啦。呢個係馬太福音講俾我哋聽有關呢個故事嘅結局。而馬可福音就提到，這個婦人就回家去，見小孩子躺在床上，鬼已經出去了。弟兄姊妹，當呢個婦人佢聽到耶穌講話給你成全了，
之後佢就憑住信心返到屋企，打開道門，見到個女好返晒。佢同耶穌嘅相遇改變咗佢啲乜嘢嘢呢？耶穌離開加利利，去到推羅西頓。呢個迦南婦人聽見就出嚟要揾耶穌，咁啱又真係俾佢揾到。好啦，佢求耶穌可憐佢，將佢女兒身上嘅鬼趕出嚟。耶穌只要講 OK， 隻鬼就趕咗出嚟。我想講嘅係，如果我哋淨係睇重隻鬼有冇趕出嚟嘅話呢，其實用4節嘅經文就可以記錄呢個故事。點解要用8節經文？點解耶穌一開始嘅時候要沉默？點解佢要講難聽嘅說話？點解耶穌要讚賞呢個婦人？耶穌可以唔使讚賞佢嘅。耶穌呢，只要同佢講：你女兒身上嘅鬼已經趕咗出嚟啦，你而家就返去啦。用廣東話嚟問就係：耶穌你搞乜？耶穌點解你要搞咁多嘢？耶穌點解你做場大龍鳳出嚟？弟兄姊妹，呢個婦人同耶穌嘅相遇改變咗佢啲乜嘢呢？其實我哋咧都好容易就估到答案，因為我哋都試過與神相遇嘅經歷越多，我哋嘅生命就會被改變得更加多。呢個迦南婦人，佢原本只不過係諗住佢嘅女兒得醫治。如果佢有其他嘅方法，佢唔會揾耶穌嘅。我相信咧，佢喺當時已經冇晒辦法，最後咧就只好試一試，希望有神蹟嘅發生。耶穌嘅神蹟帶俾呢個婦人嘅改變呢，唔係淨係醫好佢嘅女兒咁簡單啊！仲有呢，就係讓呢個婦人呢真真正正相信佢口中稱呼主啊大衛嘅子孫嘅耶穌，真係嗰一位彌賽亞。咁樣嚟睇嘅話呢，呢個婦人嘅靈魂都已經被耶穌拯救咗。聖經一切嘅神蹟只有2個目的，就係要人睇得見神嘅大能，神嘅大愛。如果人淨係睇見醫治嘅神蹟，但係就睇唔見施行神蹟嘅嗰一位上帝，咁樣就非常之可惜，白白浪費咗上帝對你嘅恩典。喺路加福音17章咧，記載耶穌有一次咧要去耶路撒冷，經過撒瑪利亞同加利利，咁耶穌就去到一個村裏邊，見到有10個麻風嘅病人。佢哋同耶穌講：可憐我們吧，同呢個迦南嘅婦人所講嘅說話一樣，可憐我吧。耶穌冇即時醫治佢哋，但係就同佢哋講，叫佢哋咧去揾祭司。當祭司檢查佢哋身體嘅時候，到時佢哋身上嘅麻風就會全部好返晒。咁呢10個麻風病人就去揾祭司，佢哋身上嘅麻風病真係好返晒。10個人裏邊有1個人，當佢見到自己嘅麻風病被醫治之後呢，就返嚟大聲歸榮耀俾神，又跪喺耶穌嘅腳前邊感謝耶穌。耶穌問：潔淨咗嘅唔係有10個人咩？其他9個人去咗邊度？弟兄姊妹，我哋唔知道呢9個人去咗邊度。不過呢，我哋知道呢，佢哋雖然得到醫治嘅神蹟啊，但係就忘記咗呢施行醫治嘅嗰一位耶穌。嗰一位返嚟揾耶穌，跪喺耶穌腳前感謝耶穌嘅人，耶穌同佢講：起來，走吧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呢個人身上面嘅麻風病一早就好返晒，同嗰9個冇返嚟揾耶穌嘅人所得嘅醫治係一樣嘅。耶穌點解同佢講：你的信救了你了？你對我嘅信不單止令你嘅麻風病得醫治，
你識得翻嚟感謝我，歸榮耀俾神。你對我嘅信，你對上帝嘅信，更加令你嘅靈魂得救。今日呢，我哋喺迦南婦人嘅故事裏邊呢，我哋有3個嘅學習。第一，謙卑嚟到主前邊。呢個婦人真係了不起啊！當佢見到耶穌，佢就謙卑咁樣跪喺耶穌面前，同耶穌講：主啊，大衛嘅子孫，可憐我，求耶穌幫助佢。就算喺最開始嘅時候，耶穌對佢一言不答，佢都冇放棄，一路咁樣跟住耶穌同門徒嘅後邊。弟兄姊妹，謙卑嚟到主前邊，唔代表主會立刻回答同幫助我哋。我哋謙卑嚟到主前邊，因為我哋承認我哋需要主嘅幫助。第二，主係唯一嘅依靠。呢個婦人真係了不起啊！當佢第2次求耶穌幫助佢嘅時候，耶穌同佢講話：不好拿兒女嘅餅丟給狗吃。呢個婦人竟然冇發嬲，冇轉身就走。原因係乜嘢？就係佢知道佢冇其他嘅幫助，主耶穌係佢唯一嘅依靠。弟兄姊妹，當我哋將耶穌睇成為我哋生命唯一嘅依靠，我哋先至會對福音，我哋先至會對神嘅話語有迫切嘅心啊！我哋先會咧一生一世咁樣跟隨主啊！第三，主必看顧一切。呢個婦人真係了不起啊！當佢講話，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來的碎渣兒，表示佢相信主人必定會看顧一切屬於佢嘅嘢。無論係貴重或者係微小嘅，主必看顧。弟兄姊妹，可能我哋係社會上邊嘅小人物，但係我哋喺主裏邊並不微小。主將我哋睇成為佢寶貝嘅兒女，求主幫助我哋時時都記起主，佢一直看顧我哋，我哋就有嗰份從主而嚟嘅平安同埋喜樂啊！願上帝嘅說話喺今個早上俾我哋有好嘅提醒，我哋一齊祈禱。慈愛阿爸天父，我再一次多謝你啊！藉住你嘅話語俾我哋鼓勵，再一次感謝你，冇因為我哋嘅卑微而丟棄我哋，反而將你寶貴嘅恩典、寶貴嘅救恩賜俾我哋，讓我哋再一次可以成為你嘅兒女，得着尊貴嘅身份。我哋咁樣嘅祈禱係奉靠主耶穌基督已經得勝嘅名字祈求，阿門。請我哋一齊讀金句2次，我哋先讀2次，先應讀個金句嘅章節，係喺馬太福音15章28節。我哋一齊讀。耶穌說：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是你所想，給你成全吧。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，給你成全了。從那時候，他女兒就好了。多謝各位。好啦，我哋而家係聖餐嘅時候，請牧師唱聖餐詩，係對唔住啊！我哋唱聖餐詩，陳表哥。